即馬開始歇熱，高雄市政府是來啟動青春專案，跨局處來聯合稽查。頭一項的任務呢，就是來預防毒品，也有組織犯罪。17個分局攏總是派出749個警察去臨檢，有查到6件食毒洗車，還有1件食酒洗車。這當中呢，有少年人是佇食毒了後駛老爸新車，結果去互人撞到。來，麻煩證件哦，謝謝。看到縣警專副總編今日來臨檢，民眾也配合提出證件，擊退新軍。高雄市30暗時啟動青春專案，前往少年朋友愛去的5、6場所安排跨局處的聯合稽查。其中高雄市17個分局攏總派出749名警力，佇咧重要的路口擴大臨檢。警方表示，學校開始休抓，這個為期2個月青春專案，頭一個重點勤務就是毒品的防治，呼籲青少年朋友休抓嘛愛健康生活，千萬唔通去北流毒。毒品的犯罪，以及暴力的犯罪，以及所謂的財產的犯罪，以及性與家庭的犯罪，這4大工作主軸是我們本次今年度的一個工作的主要項目。比如說求職，比如說在這個海邊遊戲，或者甚至是在交通，那麼消費、電影院，那麼等等，那麼我們都要保持尤其是不要被受到詐騙。這擺擴大臨檢，佇咧仁武、臨橫、前鎮等地區，攏總查到6件食毒洗車，1件食酒洗車，有7台轎車甲奧多拜互當場扣車保管。其中仁武分局員警巡邏時，發現23過生日的查甫人洗車違規甲砸落來門，那車頂有炸毒品，快胎1件，又閣是食毒洗車。右轉彎時未依規定先駛入最外側車道。隨上前攔查，查獲駕駛李姓男子持有依托米紙煙彈及霧化器。犀利的查甫人食毒洗老爸車出來拍拍走，互警方撞到。除了人愛上班以外，這台無夠1年的新車嘛愛扣牌保管。警方呼籲家長愛加關心囡仔休抓的生活狀況。除了毒品以外，親像做臨時工，也是去耍水佚佗，攏愛注意自身的安全，避免發生危險。記者柯家族柯超勇高雄場報道。